救国团一直以来致力伫公益活动，即摆台南市团委会结合学校、地方以及社会公益团体的力量，办理轻寒学生532助学计划，利用救国团的中心学习中心，让轻寒学生会当学习课外知识。只要是国小、国中、高中职的校长的推荐，我们会以2折来优惠这一些轻寒的学生。那所谓的3，就是我们救国团，我们是自诩为公益团体，所以我们会负担3成。5的话，就是我们希望我们社会大众以及社会的一些社团团体能够来捐助这一些基金，来持续永远的来为这一些轻寒的学生来做这方面的一些教育。救国团伫全台湾拢有投入公益服务，嘛受到侪侪善心人士的关注。即摆希望借着532助学计划，改变轻寒学生的人生，互因无经济压力，专心学习。救国团对这青年的孩子，我们一直很照顾他，救青年，救社会，所以我们在这方面，当然我们也需要社会大众。我们想说，为了要帮弱势团体捐赠一些物资，这是我们毕生的心愿。救国团既然有在举办这项活动，我们就是大力的参与。若是想要了解即摆计划更较侪相关资讯，会当就台南市救国团网站查询。台南新闻杨顺华采访报道。